如果你屋企有特殊照顧需要嘅仔女咧，可能到你70歲嘅時候仲擔心緊佢哋嘅將來。我上個星期咧就同一對70至80歲嘅夫婦啦，去咗律師樓嗰度做平安紙同埋持久授權書。咁佢哋咧就有3個仔女，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專業人士嚟嘅，至於另外嗰2個咧就有輕微嘅長期病患啦，同埋情緒上有少少問題。嗰幾十蚊佢都好驚，因為10蚊都可能係令到呢個有情緒病嘅人啦係招喎。咁所以我諗咗好耐，如果我有嘢嘅，俾晒某一個又唔公道，由大概60多歲到今年起碼已經10多年啦，係好忐忑嘅，諗上諗落，咁係點做？喺聽到佢哋嘅意願之後咧，我哋就行咗第一步，就係先做咗平安紙同埋持久授權書，將所有嘅嘢咧交入佢嘅大女處理先。拜託一個我個子女裏邊其中我信得過嘅一個去做我嘅承繼人，整所有嘅嘢由佢發辦，安樂晒呢10幾年嘅心結，潛在喺心裏邊嗰種忐忑咧，係真係放低咗，成個人係輕鬆晒。我哋已經解決咗2老嘅初步嘅風險啦，暫時咧將個風險轉移咗俾個大女，但係呢個 case 咧仲未完嘅，我哋會持續跟進。如果你哋想知道大女有啲咩潛在風險咧，DM 我哋會話俾你哋聽。